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鬧市中嘅綠洲，呢度嘅位置咧就喺大坑徑25號，名字咧就叫龍華花園。呢個單位嘅建築面積就1225尺，實用面積976尺，屬於3房1套露台車位工人房嘅設計，帶大家慢慢參觀下。由大門口入到嚟咧，左手邊係工人房，右手邊係廚房。我哋先嚟睇個客廳嘅位置。呢個客飯廳咧，採取正方形嘅設計，擺位非常之方便。而客廳呢邊咧有一個落地玻璃窗同埋露台，觀看到呢個渣甸山嘅山景，非常之開揚啊！綠油油嘅一片，簡直係鬧市中嘅綠洲。而呢個客飯廳呢，方方正正，非常之好擺位。飯廳嘅位置非常之闊落，除咗擺到一張8至10人嘅大餐台之外呢，仲可以擺啲地櫃。跟住我哋呢參觀下呢個主人房先啦。呢個位置呢就係主人房。呢邊呢有一隻落地嘅大窗，亦都係望返呢個綠油油嘅山景喎。而呢個主人房呢，亦都非常之四正，擺到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。主人房嘅浴室裝修呢簡約時尚。呢度咧採取浴缸嘅設計，亦都有一隻大窗。我哋參觀第二個房間，呢個房間咧個景觀亦都係望住呢片綠油油嘅山景，採光率亦都非常之好。而呢個睡房咧呈現長方形嘅設計，相信擺位亦都好方便。第三個睡房，而我哋3間睡房咧，亦都可以望到呢個渣甸山嘅山景。呢度第3個房間咧，比第2個房間稍大一啲，亦都係方正實用嘅設計。而呢個客廁咧，採取咗企缸嘅設計，而佢嘅裝修設計咧，亦都簡約時尚，相信適合好多戶家庭嘅設計意念啊！我哋由另一個角度睇下呢個客飯廳。我哋睇下呢個大廚房，呢度咧屬於一個 U 型嘅大廚房，亦都有一個 U 型嘅櫥櫃，儲物量非常之足夠啊！右手邊咧係雪櫃嘅位置，洗衣機、雙星盤，好大嘅工作台，景觀咧亦都係望返山景喎。2頭煮食爐、抽油煙機、微波爐嘅位置，而呢個位置咧就係雪櫃嘅位置啦。跟住呢個位置咧就係工人房同埋工人廁啦。等 lift 嘅大堂，地下嘅大堂，呢度咧就係信箱嘅位置。龍華花園嘅車位入口啦，呢度咧就係龍華花園嘅外形啦。而龍華花園門口咧就有一架21號 M 去銅鑼灣蘭芳道。而我哋今日參觀呢個極高層嘅單位，喺龍華花園裏邊咧係極之少數放盤嘅，因為咧龍華花園總共有2座，而第2座嘅其中2個座向咧先至可以望到呢個無阻擋嘅山景。所以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俾電話我啊，預約睇樓啊！我電話95231228，我姓蔡嘅，拜拜。